大灣區飛哥同好多廣東人一樣，都係地富反嘅後代。我哋李家喺羅定羅鏡都算係一個大地主。我哋家族曾經擁有嘅土地，一眼望唔到頭。蔡廷佳將軍嘅父輩可能都要租我哋家族嘅田地嚟生活。呢種土地生產關係背後，養肥咗一批唔會自食其力嘅人。利用土地嘅保護，解放前我嘅祖父、曾祖父就好似《紅樓夢》裏邊嘅二世祖一樣，利用祖宗嘅成果可以不勞而獲啊！日日喺床上抽大煙，羅定話呢就叫做睡爛席，就係我嘅一個同宗祖輩嘅愛好啦。而我嘅太爺呢就叫做片煙綠啊，用羅定楞古話講出嚟會非常有趣，音韻幽默得嚟，曲折悠揚啊！有機會同大家返我鄉下開直播，訪問下我啲鄉里，你就知道羅定嘅方言文化係幾咁多姿多彩啦。呢度我哋先唔講傳統文化吓，講下階級鬥爭先，或者講舊封建制度嘅不合理之處。因為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合理，人民食不果腹，統治階級漠視人民嘅水深火熱，甚至將自己嘅家族利益、群體利益凌駕於人民，最後就只能夠導致革命同人民起嚟。再疊加中國特有嘅外族矛盾，日本呢個無時無刻唔想食咗中國，變成世界霸主嘅國家，中國人民最後就只能夠成為不斷被宰割嘅對象，財富不斷清零，為外族做嫁衣裳。部分中國人生存唔落去，只能夠去外國做二等公民。外國人仲要話係合理嘅，因為你哋國家同民族唔爭氣，我搶晒你哋國家啲錢同國寶都係合理嘅。呢啲確實係國恥，但係知恥而後勇。中華民族終於出咗一個共產黨同毛澤東，令佢哋冇機會再搶我哋人民嘅財產，冇機會令中華民族再重演財富清零嘅悲劇。佢哋就話我哋國家唔民主，要推翻我哋嘅制度，過唔過分啊？當然過分，有冇天理啊？冇天理。但係呢個世界只有實力才是硬道理，所以我哋一定要走共產黨領導下嘅民族復興道路，中國人民先可以不做東亞病夫，任人欺凌。過去嘅都過去啦，不勞而獲嘅地主有咁耐風光，亦都有咁耐折墮，都算不枉此生啦。子孫後代就算因為地主嘅身份吃盡苦頭，都係一種苦難教育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只要你肯努力，共產黨並唔會記仇，會有一個更大嘅舞台等地主嘅子孫後代實現逆襲成功。失敗乃成功之母。一個社會嘅管理者利用財富共享而打破特權階級嘅財富壟斷，目的係為咗國家民族嘅強大。等我哋嘅人民財富唔會清零，等我哋嘅子孫後代能夠不斷自強不息，呢種制度就叫做社會主義或者中國特色嘅民主制度，就係實現民族長盛不衰、可持續發展嘅道路。大灣區飛哥並唔擔心中國嘅貪腐現象，因為共產黨係革命黨出身，連資本主義都可以打擊貪污，冇理由共產黨唔得。理應做得更好先啱。只要我哋保持民族自信，認識到民族團結嘅重要性，
每一個中國嘅勞動者都會實現按勞分配，成為國家嘅真正主人。咁樣嘅國家民族當然值得我哋去守護啦。學習歷史就可以令我哋獲得民族嘅自信，從而更好咁實現個人嘅可持續發展，國家民族嘅可持續發展。我哋下集再講中國傳統文化同民族復興嘅故事。再見。